屆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得主森谷賢治開創出新嘅數學理論深谷範疇，銜接唔同幾何領域嘅關鍵，例如新幾何同埋複幾何。森谷賢治依家喺北京工作，平日佢會踩單車返工㗎。係咪幾健康呢？中國唯一嘅問題係單車同電單車太多，有啲危險，我都有啲緊張。不過整體上我都幾中意嘅。森谷賢治正喺度適應緊北京嘅生活。呢位日裔數學家獲得2023年邵逸夫獎得主邱成桐聘用，加入清華大學邱成桐數學科學中心。於是佢喺2024年搬到內地。學術上呢度好理想，只係要求我做研究以及教導學生，呢啲正正係我想要嘅。森谷賢治喺日本土生土長，早期曾經喺日本學術界工作。因為唔希望喺日本嘅大學擔任管理工作，佢其後離開日本，專注研究數學。喺日本，當年紀開始大就要擔任一啲行政職務，所以如果我留喺日本，責任會越嚟越多，就好難再進行相同水平嘅研究，所以都係去第二度比較合適。森谷賢治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工作超過10年。佢話中國同美國嘅數學界好相似。呢兩個國家比起日本更加重視一啲具體可見而又容易解釋嘅理論。我嘅印象係日本嘅數學家喜歡深入鑽研自己感興趣嘅範疇，唔太在乎其他數學家嘅想法。森谷賢治十分熱衷於數學科學。喺數學上，我哋可以自由思考好多嘢，限制比其他種類嘅科學少得多。但係最終都係要證明美好嘅想像或者會被錯誤嘅陳述打破，既現實亦都自由。我好中意呢一種組合。森谷賢治最著名係開創咗新嘅數學理論，依家稱為深谷範疇。呢個理論係關於新流形或者空間中嘅形狀。我用最簡單嘅例子嚟解釋，以一個好似糖霜冬甩嘅形狀開始，呢個係一個二維環面。環面係新流形嘅例子。新流形係空間嘅一種。然後我哋睇下拉格朗日子流形，通常就係咁嘅，一個圓，呢個係拉格朗日子流形。仲有另一種拉格朗日子流形，咁樣，呢個亦都係拉格朗日子流形。仲有第三種，係咁樣嘅。呢3個圓就叫拉格朗日子流形。然後再睇下呢啲點，佢哋係相交點。最後睇下呢個三角形，呢3個物體嘅互動，3個空間形狀，呢個稱為全純三角形。全純三角形。咁公式就係呢啲相交點產生 M2，M2 類似乘法。通常嚟講，乘法就係2、3，2乘以3等於6。呢種乘法透過呢個三角形出現喺整個結構中，咁就稱為 M2，係乘法運算嘅一個分支。所有交點、乘法運算，仲有拉格朗日子流形嘅整體結構，組成一個大嘅代數系統，咁就係深谷範疇。呢樣係一種工具，用嚟理解新幾何學。森谷賢治當時研究規範場論嘅數學問題，並且喺1993年開創深谷範疇。
之後1年為此發表咗演講。馬克西姆康采維奇係觀眾之一。到咗第2年，佢發現我提出嘅呢個範疇跟所謂嘅鏡像對稱有關，因此呢個範疇先變得出名。森谷賢治同佢嘅合作伙伴吳、太田同小野再花咗20年，令到森谷範疇更為嚴謹，並出版800頁嘅著作嚟解釋佢哋嘅理論。我哋喺呢2本書寫係一般嘅理論，但通常喺數學上，一般理論都太抽象，所以要有具體情況嚟到應用一般理論。我哋就寫咗呢啲書嚟提出具體例子。2年，埃斯洛領導邵逸夫數學科學獎遴選委員會4年。佢話今年收到嚟自全球超過90個提名。森谷賢治嘅研究影響咗數學界好多唔同層面，係最有資格獲獎嘅。森谷賢治對新流形嘅研究有重大貢獻。佢提供咗一啲全新嘅工具，目的係理解嗰啲流形嘅代數。佢提出呢個概念嘅時候，基礎唔太穩固，我哋當時都未能夠理解呢個結構嘅數學基礎。袁航曾經係森谷賢治喺美國時期嘅研究生，依家係佢喺北京嘅同事。佢好欣賞森谷賢治。佢有好多原創嘅諗法，而且有真正嘅獨立精神。佢唔追逐潮流，堅持自己嘅理想。佢分享咗好多偉大嘅構想，對數學嘅好多領域都影響深遠。吳浩宇係森谷賢治其中一個課程嘅助教。佢話森谷賢治係幾何領域上一位偉大嘅數學家。佢開創咗一片幾何領域，能夠做到呢一點嘅人並唔多，就好似神一樣進行創造。森谷賢治希望新嘅數學語言將來可以派上用場。要喺科學上有所發明，我哋需要有觀念或者概念去解釋佢哋嘅研究。所以我希望自己研究嘅一啲概念將來會派上用場，幫助其他人理解，等大家有正確嘅語言去理解真實嘅世界。離開咗辦公室，森谷賢治中意返屋企聽古典音樂同埋飲下白酒。佢好中意睇書，呢啲係佢喺學生時代睇嘅書。小學嗰陣時，我會要求父母買書，呢個係父母唯一必定答應嘅要求。如果我要買其他嘢，佢哋都會拒絕，但係買書本就一定冇問題，所以我就開始閱讀啦。佢嘅2個女同埋太太都喺日本生活。我知道佢係其中一個知名數學家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佢係一個風趣嘅爸爸。我記得我哋曾經一齊練習踩單車。我好細個嘅時候，要上床瞓覺嗰陣，佢會創作故事，創作新嘅童話故事講俾我聽。森谷賢治好感謝太太支持佢嘅事業，照顧2個女。佢好體貼，願意同我一齊去美國，咁係佢人生中一個重大嘅決定。佢仲帶住啲細路嚟。我喺美國嘅時候並冇車牌，你都知道冇車代步，生活會好困難，所以太太會揸車處理大多數嘅嘢。呢位邵逸夫獎得主認為，年輕數學家唔應該追逐熱門問題，相反，年輕人應該追夢。數學有一點好重要，
就係本來唔重要嘅問題，100年後就會變得重要。所以應該有人去尋找新方向，而且係從來冇人想像過嘅。為咗呢個目的，你必須要做自己。